大家好啊！感謝大家繼續支持玩物士多。今集同大家玩下超星艦隊。超星艦隊係東寶超星神系列第3部作品，亦都係最後一部。日本播放年份係2005年10月，去到2006年6月。今次我哋一次過玩晒劇中登場5部機械人啦。呢盒大套裝入邊有3部機械人加一部核心戰機。呢盒就係鯊魚星神。天轉機械獸。好啦，冇講咁多，即刻打開嚟玩啦！大套裝入邊有獅子星神、飛鷹星神同埋甲蟲星神3隻，加一部核心戰機。問題就嚟啦，核心戰機係機械人條腰嚟噶嘛？明明分開賣，每部機械人都有部核心戰機，即係有3部啦。咁買套裝得一部，其他2個機械咪冇腰咯？又冇套裝特典，咁我點解要買套裝啊？套裝又唔係特別平，仲少咗2部機，諗唔明。算啦，唔諗咁多啦，即刻開嚟玩啦！第一部獅子星神，呢個係戰艦模式。
八光，關節都唔少。飛鷹星神戰艦模式，機械人模式，甲蟲星神戰艦模式，上下半身可以互相交換。跟住嘅係鯊魚星神，
巨沙戰艦、航空母艦模式、機械人模式，一樣可以擺核心戰機喺裏邊，但係外觀上係睇唔到嘅。最後嘅就係敵方角色，天鑽戰艦、個樣都幾有型。天鑽機械獸，大家鍾唔鍾意超星神系列呢？一齊分享下，多謝各位。咁下集再見啦，拜拜。